出战告捷。太好了！娘娘，吃水果。这段时间没少往齐胜那边送汤汤水水，可都没见到有什么效果呢，更别提来我这儿看看我。现在云溪也算是出战告捷了，料他也没那么忙了，一定是姜氏从中作梗，他才会对我不管不问。哼，娘娘，等奴婢得空了，就带几个宫女去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他再受宠也不过是个宫女，奴婢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绿篱，不行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能得罪齐胜。皇上能来看哀家，哀家还是满心欢喜的。可是皇上从坐到这儿就愁眉不展，云溪不是告捷了吗？孙儿并非因为政务之事兴奋，孙儿只是渐渐觉得，与皇后之间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疏远。即便她不再与朕顶撞，可朕依旧觉得心有不安。皇上是不是多虑了？哀家听说，鹏鹏这是学会容忍了。他不需要容忍，他只要做好他自己就好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朕看得出并非真心实意。圣儿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祖母，孙儿虽然对感情愚钝，可总归还是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看到她情感上的竞争者时，会产生嫉妒。可皇后在看到姜氏之后，却十分大度。